好，大家好，你睇呢間叫春曉餐廳啊，咁你睇個環境幾優美，喺中山市中心嘅啊。除咗食環境之外呢，佢嘅食物質素呢非常之好啊。如果你想同啲朋友聚下舊啊，又或者係慶祝生日啊、慶祝母親節啊呢一啲呢，呢一度呢係幾適合嘅啊。特別係佢嗰個佈置呢，我係俾幾高分嘅，好用心嘅吓。我親眼睇到有人喺度求婚。而且佢有2個房呢，係針對私人嘅需要嘅。咁大家咁睇到啦，佢有啲似中環嗰啲高級餐廳啊，不過價錢呢度平好多。其實如果每人平均100至150蚊人民幣啊嘛。嗰晚我就4個人，7個菜，447蚊啫嘛。睇到張台又有波波啊，又有花啊，燈光啊咁樣呢，有一種超溫馨嘅感覺。100零蚊買一場溫馨，抵到爆啦！嘢食方面好唔好食，梗係好食啦。個廚有手勢之外，啲食物真係揀過係優質噶。啲菠菜意粉你都睇到啦，用心煮先有咁嘅色水噶。蝦片呢真係又香又爽又脆，啲油係靚嘅，啲質地係好噶。我嚟過2次呢，都忍唔住叫呢個秘製豬肋骨招牌菜嚟噶，非常香口噶。我阿媽就話我呢係因為嗰個女侍應靚女先走過嚟嘅，咁梗係唔係啦！我份人咁正經，我對燈火發誓噶，係我覺得呢間餐廳實在太好呢，我先至走過嚟嘅咋，信我啦，我唔係為咗睇女仔嘅。因為呢，其實大家睇啲飲食節目呢，成日都係講咩抵食夾大件喎，性價比當然重要啦，但我強調呢，去餐廳食飯係應該要有情調同樂趣噶。呢度啲職員呢，年輕又有笑容喎，服務分呢都加唔少噶，所以有時都幾敷噶，唔好猶豫啦，要 book 台噶，唔該。位置中山2路68號，由博覽中心搭的士40蚊到啫嘛，就呢間啦，唔好猶豫啦，拜拜。